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健保署有3个员工涉嫌甲民众个人的健保资料偷摕去卖，讲已经偷卖13年了。台北地检署总是指挥调查局搜索3个人的徛家甲办公处，而且约谈3个人到案透明问笔录。其中一个女科长谢玉莲，伊所泄露的资料有做警察的，有做调查官的，嘛有移民署的官员。这个人拢是属于情报机关的人员，也就是讲，谢玉莲毋是单纯泄露着个人的健保资料，嘛来卡着国家情报工作法，以10万块来交保，若其他2个无保请回。穿黑色袖啊，挂嘴暗的查甫人，就是健保署前主秘叶丰明。另外2位健保署新保组科长谢玉莲、李仁辉，2人看到记者规身躯包到目睭睭。台北地检署约谈3个人到案半名问讯，为2009年到2020年13年时间，因涉嫌偷调查民众健保的资料，泄露予业者去使用，却检调以刑法泄露罪，交各项以外机密等罪嫌侦办。其中谢玉莲却检调调查出，因偷调查健保个人资料业者内底。可能有警察、调查官、移民署的官员等等，可能牵涉国家情报工作法所规范的情报机关人员，却以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，会10万块交保。我们整个治安的那个管理机制是一致的啦，因为我们现在整个资料库其实都是有刚刚有提到，就是符合 A 级机关的一个这个资通安全管理法的相关的规定，所以包含有一些所谓叫做我们内外隔离的机制，或是必要的一些栏位做一些加密处理。我想不管是特定的人物或是一般民众，其实我们的处理方式都是一致的，这样子。加退保的资料，包括他的投保单位以及加退保的日期。涉嫌3个人会当调查范围包括一般民众、情报机关人员，甚至是国家元首、政府官员的健保资料。本署目前已经关闭了2名涉案的现职公务员的健保资料库查询系统的权限。那么在调查期间，也暂时调离非主管职务，并将紧速检讨人员的相关行政责任。就惊上过了解重要人士身体健康状况，会影响到国安的问题。不过3个涉案人敢有牵涉到将个人资料卖予中国，还佫需要证据证明，专案搁伫咧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